今朝是中秋之夜，那正港金山脚上港边浪有一条古树，一根旗杆十重云霄，金卧龙寒望旗两根飘荡，随风飘荡，上头没个几个字：开宾王，下头对打一个上。提起此人赫赫有名。今年66岁，富贵双喜，开平王上傲上暴动。因为年过花甲，膝下父子，所以此番奉旨出京为天下巨子。但是一个秋子对下来，不一个小男中意，所以王爷多如中场，闷闷不乐。难道是我上傲命中注定，今生今世不儿子啊？啊！两斗金花三十月，一双宝石顶几阔，国家遇难思良家，神道年马方子身在日之间，上岗里与人喊居民，王爷得弄不得。来，有分得江中，与人红军，索取杀那来打。随我把军答应一声，往外头去，发动一些伪军中草。回王爷，奉命查看江面，救济一位落水的孩童，请王爷定夺。哦，我上岗里举起来个男小人啊，王爷倒蛮开心。阿为苍天与爱，晓得我上我500儿子了，今朝8月中秋，送个儿子给我。要紧一声吩咐，说说与他跟无意境，中长进那进扎，那么围出来打3人换衣裳。根本是古就让落得来3人衣裳，所说王爷想得个儿子发气人，除非离开王人当口拿小奴1岁到20岁，1年4季的衣裳谁做好了？现在衣裳换好了，把军喊一声：“来，王爷吩咐，中堂觐见。”嘿，是来了。今朝举起来的小奴是松岗边客神台子后领的独养儿子，今年13岁，叫侯尚德。虽然讲年纪小，但是知识达理。现在答应一声打进中场，这可见片区当中手刻一个奶奶，左手3把，人事一般，身浪像大打扮，威风凛凛，所以自家走走进进，大步上前。万日千岁，乃同开地万日千岁，居民之恩。说出来稀奇，人打人旁头就要啥人有人法。等小奴达到理想，王爷只觉着眼睛门里唰一亮，哎呦，哎呀人气啊！忽上忽下，忽胖忽瘦，忽黑忽白，做侬儿子技巧真好，就是一看就看中。不是罢了，都是万日千岁。答应一声，忙进边浪向一立，恭恭敬敬，莫不相识。一口就晓得有家教，来了浪2口松，送下了。哎，万日千岁身上哪有内动的手为？有啊，时代松松不发。是，内动谁手？眼眼睛睛过来，身体手定，真正得来灯子，一点点，
一看个手相比李相还要好，受了还四平不问相之中。这样好的时候，哪位上岗里还居民？不，李小家喻后去，小小年纪，怎样上将女也难？哦，要27岁，内都隔壁。松岗北边的表客叫侯林，如今赛得何去？都这位我非判的也是罪，谁言三年把君从军去了，与那某君西来同相惜，十地的事都将付诸名归。实是苦力呀！我没追求，风去临此地。听得王爷一抱气，啥么子啊？天下世界有12种娘舅，
我小奴骗出来望进上缸里一躲，你有的望进上缸里躲，你发送给我啊！我就灭不啥个苦了了。姑姑，是。今年几岁？姓人名在。南东明湖海上的13岁须发口用13岁叫海上的，是你叫海上的，海上的谁是你呀？上大要好个来，阿伟个名字不好记个叫，是啊。王爷开心啊！这个小奴民工当中指定是我的儿子，啥地方爷娘努力养出来个名字已经起好了，叫后上德。啥叫后上德？后上德，后上德，谁是讲后家里向儿子你上岗没来德，叫后上德。不过慢慢讲，我是王爷哎，阻止我的儿子，谁是当今的家主呀？非但面孔要登样，而且肚皮里向要挪荡得去。是啊，让我来问问看。姑姑，王日7岁，13岁，谁的家中便是为是学问，为是练那么像那栋的是坟墓区，坟墓才欢喜啊！一般个小人都是师傅肯礼服，李知府读不进书，你家是坟墓界。我的哪个元帅？我家弟弟海令收税的。昨日间后令江龙保镖一家英勇，肯定高儿子当当球，踢踢腿，讲讲身。分的你是你追公引龙之子，我家属老大人追兵监督。老板与追引龙的儿子追兵高里读书，追兵是松江的才子啊，才子的学生子可是不会太白的落的。是吧？让我来点点你个斤两口。计算许子，本盘道与公上礼在此。请问是圣上礼？昨日来三个，啥子么闲话听得起？我是我与一个上礼，你客气得来，天南王爷私上礼。这怕呢？这怕我是我与一个上礼，你面孔一白，王爷天南放魔，可是放女人不用上的。本为的上礼是，请见。本为的上礼是，请见。本为的上礼是。哎呀，不要，根本是好分是岸边讲，一个上礼也出不去，不是出不去，还是蛮难吃。我吃的身体，小奴对不起，说起来我个把年纪，起码里小人。根本我吃的菜地，不是一袋子带出来，说起来王爷先生还是个比较好，那吃得这3中头没上礼，我也不理看不起。一动脑筋，不生不切。本为的上礼是真言。山高路稀，开小子送我下水。耶咧！不假是说特可而且，对啦，内洞的下礼是风接浪高，秋雨翁皆在为主。好啊！到底谁是个好生子？上里是3家路线口内做大人，落得去做大。里个河里风急浪高，钟楼伯伯好少为主来。上里是小子，下里是渔翁，对他也好。怎么着？
今朝让我吃个内地的再来试试的。王爷抬起头来，对手场外头一看，前巧看见上岗面上经过两只船，前头一只抢个饭，后头一只摇个龙。看到个钟灵花动一动脑筋，上里得鱼子。不过王爷这才喊不啷的高楼山门一塌瓜子好文山了浪子。不，万日千岁，本班已预告上礼在此。请见。喏，两醉并饮，龙说拿去反馈。用心。听听字眼差不多，其实比刚刚的难得多些。两醉并饮，两只手一道拉开，龙说摇路的速度真就飞快，那还觉得让唱饭的来得快。但是意思当中有意思，里向后两个工人，一个是龙说，一个是飞快。那非但要带出意思，而且呢要违背两个工人，慢慢地想啦。是。上得一听，第二个上里了，比第一个难得多着。不过小奴真个聪明，眼睛一睁么，万事千岁，来动对水了。顶到意思带得出，工人是随便他不子。对，有啦。来动的下令是把银四追，敌情真绝相有。哎呀，这个小奴是神动啊！把银四追，不样要去一道来一追。迭自三是清上，那还觉得让小来的后人，迭清小后还是两个工人。怎么说兄弟吧？只要玩一个上里，是一个上里，是一个上里，玩一个上里，弄得小奴紧到着做。那么王爷，我的还有一个上里，我也不理龙江特个。李下来像周里呀，一对龙江比江呀相比少。上得一口，一塌瓜子袋子两个上屋里，说五百张。哎呀，我在书房里想到嘴边说袋子，也几十个一袋得来，个南不啦，我得有两个那里。万事千岁，上一代来而不忘非礼仪，想南东精神，得与机构上礼在此。杀错杀得再难快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上街上有几个上里，一干我行不住。哎呀，本外平生再喜欢吟诗大胆，不过今日头痛脑胀，不能再对了。王爷在后面画的一个。王爷开心啊！各种小奴是脑子灯笼也不进去的。真呀！讲到喉咙口接着讲出去，也想讲一声，你们不要再，我这把年纪500年子，今朝到那朋友们两吹吹吧。答应门不少，一对外头是我在老面孔把得落得去啊。所以不过头来在边浪向爬军看看，帮忙娘，我龙江头都抽手面娘。这两个爬军才是幸福领得着，要紧打仗来，这个小孩子，过来。不瞒你说，咱们王爷千岁看中你了，叫你做他的儿子，做我们的主子爷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这个呢？是啊，你看怎样？万事千岁，用心。好，这个小奴呱呱叫。老发一个小人叫本人一声呀，要换他一个心，这个是大事体。那么我不来别来，慢地想啦。是。
在这吉林子，送进我山门，我在头乡。我肯做我儿子上门以后，我心满意足，不知你阿答应我？哪可答应着？这组织那个儿子后家里向头中才是，啥个？为是让我回头啊！往日岁岁，想你同呢？哎呀，对不周去看见王爷的别人们，这句话咕嘟已经一直下去。老实看，我不是一般真的可能。王耀翠在眼睛接头嘴巴张开，盯了个子对我骂，母亲希望在了我身了。如果是今朝撇开回头时，姥姥卑微的伤心。那么再说，今朝娘舅弄我独进上岗，不是那王耀怕人搭救，我已经葬身鱼腹，乃是我的救命恩公，终身之娘，为之报恩么？我还应该答应。但是答应之后，家里向要弄家，是不是今朝上得走远回来？自家幻想是想，如真。但不是眼睛们就让我答应做了一个儿子，好得那王爷身份内斗，组织那个先辈，我与爹就用功尽读，情有可理。等到将来得上功名，我可以当我要身有力王，后家里向还能给送正门里。等到将来得长神神，我后上两个财富不脱，来一个一字上天。对，啊，往日千岁，山姆的儿内动，恭敬不是送命那里呀？姻缘了，姻缘了，当真的姻缘了，当真姻缘。王爷开心啊！小奴实力为的答应。对浪向七龙步真正，身浪向四招金水王袍理一理。虽然讲受没受那等子了，但是这个心跳过本，杀鸡们落得落水，第一趟走呀，累得个紧张。上得交修写字出来，哎呀，想想王爷，你们60开我第一周走呀，跟我父当年说做儿子13年与子今年哪里在？写得官，这中枪烈是归着我称呼一声，那么组织哪个儿子啦？应该见那上父王，对父王不亲热，在他们弟弟里，这里上汉父王，哎呀，还是他说起，那么这里上亲父王，还不就给我父子里的亲样个哟，比王爷多心当子我出力没头了这个，想到今朝8月中秋中唱恩家父子们，有理，上得重新真正意在大步上行。不往千岁身上，乃动黑嘿。儿啊，恩不完。罢了。是。棒之手下，深海感受。儿啊，不完。儿啊。不完千岁，儿啊！不完千岁啦！这真是上纲特戏少年郎，恩杰父子走金榜，披头结束，倾听我当。嘎！那么回出来到3人会议上，根本是官就让落得来3人以上。所说王爷想得个儿子发气，除非离开王人当口，拿小奴1岁到50岁，1年4季的衣裳谁做好了？现在衣裳换好了，把军喊一声：“来，王爷吩咐，中堂觐见。”恩师来了。今朝举起来的小奴。是松岗边靠神台之后领的独阳日子，
今年13岁叫后上的。虽然讲年纪小，但是知识达理。现在答应一声大进中朝，这看见片区当中坐客一个奶奶，左手斜膊，人事一般，身浪向大打扮，威风凛凛，所以自家走走进进，大步上前。啊，万日千岁！乃同开地万日千岁，居民之恩。说出来稀奇，人打人旁头就要啥有人有人法。等小奴达到理想，王爷只觉着眼睛门里唰一亮，哎呦，哎呀人气啊！忽上忽下，忽胖忽瘦，忽黑忽白，做我儿子技巧真好，就是一看就看中。不是罢了，都是万日千岁。答应一声，忙进边浪向一立，恭恭敬敬，莫不相识。一看就晓得有家教，来了让两口松松下了。哎，万日千岁身上哪有内动的手味？有啊，时代松松不发。是，内动谁手？眼眼睛睛过来，身体手定，真正得来灯子一点点。一看个手相比例相还要好，手了还四平不稳相之中。这样好的小奴难为上岗厉害居民。不，必小家喻户晓，小小年纪，13岁叫黑上的，是你叫黑上的，黑上的谁是你呀？上大要好个来，阿伟个名字不还叫个叫？是啊，王爷开心啊！这个小奴民工当中指定是我的儿子，啥地方爷娘努力养出来个名字已经起好了，叫后上德。啥叫后上德？后上德，谁是讲后家里向儿子你上岗门来德，叫后上德。不过慢慢讲，我是王爷哎，阻止我的儿子，谁是当今的家主呀？非但面孔要登样，而且肚皮里向要挪荡得去。是啊，让我来问问看。姑姑，万日千岁13岁，谁的家中便是为是写文，为是练那么想内动的是坟墓居，坟墓才欢喜啊！一般个小人独自师傅肯礼服，李知府读不进书，你就是坟墓居。我的哪个选是？我家弟弟海灵是谁的？昨日间后令江湖保镖一家英勇，肯定高儿子当当球，踢踢腿，讲讲身。分的你，是你追公引龙之子，我家属楼大人追兵监督。老伴与追引龙的儿子追兵高里读书，追兵是松江的才子啊，才子的学生子可是不会太白的落的。是吧？让我来点点你个斤两口。计算许次，本盘道与公上礼在此。请万日分山礼。昨日来三个，啥子么闲话听得起？我是我有一个上礼，你客气得来，天南王爷私上礼，这怕难真阳上将与也难。呀，万日千岁，内都革命。
才是谁？松江北边的表客叫侯林，今朝是中秋之夜，辣镇江金山脚上江边浪有一条花树，一根旗杆十重云霄，金卧龙寒望旗2根飘荡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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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随风飘荡，上头没黑几个字：开平王，下头对打一个上。提起此人赫赫有名，今年66岁，富贵双全，开平王上傲上报道。因为年过花甲，膝下父子，所以此番奉旨出京，天下巨子。但是一个秋子对下来，500个小男中意，所以王爷多如衷肠，闷闷不乐。难道是我上傲命中注定？今生今世500儿子啊！两斗金花310月，一双宝石定几阔，国家遇难思良家，身到年马方子身在日之间上岗里与人喊居民，王爷得弄不到，来有奋得江中与人红军，索取杀那来打。随后把军答应一声，往外头去，发动一些伪军中场。回王爷，奉命查看江面，救几位落水的孩童，请王爷定夺。哦，我上岗里举起来个男小人啊，王爷倒蛮开心。为苍天与爱，晓得我上我500儿子了，今朝8月中秋，送个儿子给我。要紧一声吩咐，说说与他更无意见，中长进那进今赛得何去？都这位我非判的也是罪，谁言3年把军从军去了。
了。与那某句喜来同相惜，十几事都讲付之名归。实是可怜呀！我妹之手，风去临此地。听得王爷一抱起，啥么子啊？天下世界有10种娘舅，我小奴骗出来望进山岗里一躲，你有的望进山岗里躲，你发送给我啊！我就灭不啥个苦了了。姑姑，是。今年几岁？新人民在。南东明湖海上的13岁须发口用参见。本为的上礼日。哎呀，不要。根本是好分是俺别讲，一个上礼也出不去，不是出不去，还是蛮难吃。我吃的身体，小奴对不起，说起来我个把年纪起码里3年。根本我吃的菜地，不是一袋就带出来，说起来王家先生还是个比较好，那吃得这10钟头没上礼，我也不理看不起。一动脑筋，不生不切。本为的上礼日，真也。山高路稀，开小子送我下水。耶咧！不假是说特可以去。对啦，内洞的下联是风接浪高，秋雨翁皆在为州。好啊！到底3次个好生事。上里是3家路线，口内做大人，落得去做大。里个河里风急浪高，钟楼800好少为主来。上里是小子，下里是渔翁，对他也好。怎么是的？今朝让我去个内地的再来试试的。王爷抬起头来，对手窗外头一看。前巧看见山岗面上经过2只船，前头一只抢个饭，后头一只摇个龙。看到个钟灵花动一动脑筋，上里的鱼子。不过王爷先生还不让他角落山门一塌瓜子好分散了浪子。姑姑，万日千岁，本盘已预告上礼在此。参见。喏，两只并引。龙说：“拿去反馈。”用心。听听字眼差不多，其实比刚刚的难得多些。两手并引，2只手一道拉开，龙说：“摇路的速度，真就飞快，那还觉得让铲饭的来得快。但是意思当中有意思，里向后2个工人。”一个是龙说，一个是飞快。那非但要带出意思，而且那要违背2个工人，慢慢的想啦。是，傻的一听，嘿，
第二个上里了，这第一个难得多着。不过小奴真个聪明，眼睛一睁嘛，万事听说来动对水了。顶多意思对得出，个人是随便难不着。对，有啦。来动的下令是把应是之地清真结相互有大松江北边的镖客叫侯林，如今赛得何去？都这位我非派的也是罪，谁应三一把军从军去了，与那某举西来同相思，十地的事都将付之名归。这是苦力呀！我没知数，风居临此地。听得王爷一抱起，啥么子啊？天下世界有10种洋酒，我小奴批出来忘进上缸里一多，你有的忘进上缸里多，你发送给我啊！我就灭不啥个苦了了。姑姑，是。今年几岁？新人民在。南东明湖海上的13岁须发口用。13岁叫海上的，是你叫海上的，海上的谁是你呀？啥大要好个来？阿伟个名字不好记个叫？是啊。王爷开心啊！搿
这个小女民工当中指定是我的儿子。啥地方爷娘那里养出来个名字已经起好了，叫后上德。啥叫后上德？后上德，后上德，谁是讲后家里向儿子你上岗门来德，叫后上德。我不跟妹妹讲，我是王爷哎，阻止我的儿子，谁是当今的家子呀？非但面孔要登样，而且肚皮里向要挪荡得去。是啊，让我来问问看。姑姑，王27岁，13岁，谁的家中便是为是写文，为是练那么像那种的是坟墓居，坟墓才欢喜啊！一般的小人独自师傅肯练武，李知府读不进书，你家是坟墓居。我的哪个选是？我家弟弟海领收税的。昨日间，河令江湖保镖一家英勇，肯定高儿子当当球，踢踢腿，讲讲身。分的你，是你追公引龙之子，我家属楼大人追兵监督。老伴与追引龙的儿子追兵高里读书，追兵是松江的才子啊。才子的学生子，可是不会太白的落的。是吧？让我来点点你个斤两口。计算许子，本盘道与公上礼在此。请问是圣山里？昨日来三个，啥地么还我听得起？我是我有一个上礼，你客气得来，天南王爷四上礼，这破难。这破我是我有一个上礼，你面孔一白，王爷，天南放魔，可是放女人不用上的。本位的上礼是，请见。本位的上礼是，今朝是中秋之夜，那正港金山脚上港边浪有一条古树。一根旗杆十重云霄，金卧龙寒王旗两根飘荡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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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随风飘荡。上头没黑几个字：开兵王，下头对打一个上。提起此人赫赫有名，今年66岁，富贵双全。开兵王上傲上暴动，因为年过花甲。膝下父子，所以此番奉旨出京，天下君子。但是一个秋子对我来不一个小男中意，所以王爷多如中场，闷闷不乐。难道是我上了民众指定今生今世不儿子啊？两斗金花30月。一说报是定计阔，国家遇难思良家，身到年迈方自身。在日之间上岗里与你喊居民，王爷得弄不得。来，有分得江中与人红军，索取杀那来打。随我把军答应一声，往外头去，不都一些伪军中草。回王爷，奉命查看江面，救几位落水的孩童，请王爷定夺。我上岗里举起来个男小人啊，王爷都蛮开心。为苍天与爱，晓得我上了500儿子了，今朝8月中秋送个儿子给我们。要紧一声吩咐，说说与他跟我已经中长进那进打
那么会出来搭三人换衣裳？根本是古就让落得来三人衣裳，所说王爷想等个儿子发气，除非离开王人当口拿小奴1岁到50岁1年4季的衣裳谁做好了？现在衣裳换好了，把军黑上，来，王爷吩咐，中堂觐见。嘿，是来了。今朝举起来的小奴是松岗边刻神代之后领的独养儿子，今年13岁，叫后上德。虽然讲年纪小，但是知识大理。现在答应一声大进中朝，这可见片区当中坐下一个奶奶，周手7把，人事一般，身浪向大打扮，威风凛凛，所以自家走走进进，大步上前。啊，万日千岁，乃同开地万日千岁，居民之恩。说出来稀奇，人打人旁地叫啥人有人法。等小奴达到理想，王爷只觉着眼睛门里唰一亮，哎呦，哎呀人气啊！忽上忽下，忽胖忽瘦，忽黑忽白，做侬儿子技巧真好，就是一口就口中。不不，是罢了。都是万日千岁，答应一声，忙进边浪向一立，恭恭敬敬，莫不下事。一口就晓得有家教，来了让两口松下了。哎，万日千岁身上哪与内动的手为？有啊，时代松松不发。是，内动谁手？爷爷静静过来，身体守定，真正得来等子一点点。一看个手相比例相还要好，手了还四平不稳相之中。这样好的小奴哪位上岗里还居民？不，李小家喻户晓，小小年纪真样上将女人呐！哦呀，万日千岁，内都革命。送